那吃姑娘果需要避孕吗？不用，不用。你吃个姑娘果避什么孕？避什么孕？表哥，我想吃屎，你家有卖吗？咦，个电佬！表哥，我二婚了能吃吗？二婚了它也不影响吃姑娘果的啊。你家的姑娘果有没有我老婆的嘴巴那么甜啊？这个姑娘果它有没有你那个老婆那个嘴巴那么甜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老婆那个嘴巴我又没有过，我怎么知道？啊，下一单要不要拿户口本来的？不用，你跟我买这个姑娘果，它不用拿户口本来的。主播，你卖这个伸腿瞪眼丸怎么卖的？这个不是什么伸腿瞪眼丸，这个是姑娘果，吃多了会出轨吗？不会的，不会。你再这个我拿遍来我都生气完了，都天天问。